这段剧情讲女主的爸爸是个富豪，但是他10几任妻子都生不出孩子。听着不像是女方的问题呀。于是他去国外投资了一项科技。你得不孕不育吗？他自己生。什么恐怖的科技？It's your girl。知道是国外啦。原著里不是试管婴儿吗？这样比较快。不要这么快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女主长大了。那时间哪里推移了？这样比较快。你给我慢一点。没时间了。哎呀，到外面来了！哎呀，好危险的！他知道怎么过马路。和男主相遇了，两人一见钟情，有了爱情的结晶。他一眼就怀孕了。你是谁？我的名字是……你爸还没给你起名呢。我成年以前的记忆都没有了。有才怪嘞！11章，这么韩剧吗？不，我看是白血病。怎么看出来的？他要生了，赶快送妇产科！怎么又回来了？胎位不正，头出不来。我要再用把劲来，用力！产妇大出血，你得保一个。我保大。我们尽力了，产妇走的没有痛苦。我说保大，他比较大。爸爸，你们真是一家人呐！老婆。